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复习来的时间咯。讲到攀族啊，都会面到讲哦，以前万世的时间，可能人家感冒耶、吐心口，甚至于讲咩风又发痛，我哋新年呢啊，最后喺度讲可以是攀族。啊，太年山呢，摕做嘅风讲话交流，啊，新年呢啊，都拼命股摕去夹吹，哦，有乜嘅好事咧？拼命股是啊，一从发痛是下来，哦，都市风暴啊，心肝度呢也会感觉哦，真温暖哦。啊，唔过攀族有咁简单吗？佢吐吹用埋吐，啊，有乜嘅吹，爱皮乜嘅发痛，大家知冇？今本呢，我哋特别邀请到一位有20年经验嘅老师傅来到现场，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我哋攀族地辈有两版精彩故事，拥有两版嘅文化喺地辈哟。我哋马上来分享来自闽南嘅阿文师傅吧。阿文师傅分享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各欢迎来到一个节目，同大家分享我嘅攀族嘅素卤菜。阿文师傅，攀族有20年嘅经验嘅嘛吼。錯。啊，你唔过看看人清後生嘅，唔乜嘅時就開始接觸一個料理嘅啊。嘅時候我就開始有興趣。啊，嗰時候乜嘅時就開始學料理啊？2年前過我就開始是吧有興趣。2年前哦。對。哦，啊，2年前嘅時就還記得我嘅時就可能還請媽媽講，媽媽我喺市面園啊買嘅胖那個的，就開始學煮菜嘅哦。錯。啊，嘅煮菜嘅時節，唔係同乜人學啊？嘅先生啊，又係同乜？同我都教我媽媽學。啊，媽媽會講同嘅島嘅啦，又係婆婆爸爸嘅度。唔係啊，如果有興趣，你就做你教啊你。啊你好似咪講，這個開始會煮菜之後，媽媽係唔係將把同嘅所有要做嘅工作都交俾你，都卡喺菜全部係唔做嘅。錯，唔係是他。按人都卡喺你識嘅關係冇，見到我同有嘅回饋冇。當然會有啊，因為剛開始嘛，就有的有說，有的冇說，安尼情形一定會出現嘛。係啊。係啊，我還記得講以前啊，嗰時就冇清洗啦，應該各種之後吧。這個睇路卡會吃的煎嘅卵啊，又係炒麥嘅菜，有一擺可能嘅鹽有冇不用太多啊，路卡咧媽媽識到咗啊咩喂，而家嘅鹽係不用一當鹽粉嘅。我講啊，唔係全部。一手兩手安尼不用嘛，唔知啊，替白煮嘛。不過阿文師傅，李慧玲這算有天分的吼。錯。這個2年前開始都睇佢煮，安尼後時面哦，嗰時候開始煮嘅時候，後時面有去研究一個料理，又係去討一個料理嘅學教嘅嘛。有，也就結束嘅時間，我一個先生就會幫我哋寫日記。就會分享我一禮拜我做乜嘅菜，同我同學嚟分享。同大家。報告和我幾邊做乜嘅菜安尼。哦，啊你嗰時候寫日記嘅時間，你有同大家嚟分享，啊先生會講，我嚟吃看下先做本大家食冇？會啊。我每禮拜我後擺有做到乜嘅東西，我會帶一下講同先生或同學分享。啊你除了嘅同學嚟分享，聽講這個還有睇學校嘅傳統地方聽書。係廚房，我就會。下課時間會走去家人看看啦，佢哋做乜嘅菜啊？有時間去托菜啊，或是當做冇水冇，大概水冇，我就走去同佢寫文開啊你。嗰時間，所以當做嘅時間還可以走啲嘅去同別人聽書喎。對。啊，先生啲冇？先生事情唔啲，後尾就啲啊你。啊啲人哦，佢講唔做唔得咯。係啊。哦，真是冇簡單嘅現在某年有好多年安尼嘅經驗，我講萬細細都開始接觸料理，啊料理都可以去這個上去傳統地方聽書呢吼。啊你各種之後呢，各種之後還有繼續嚟學一個料理嘛？各種過後我就接一個安尼攀族嘅文化。就同師傅學。哦，啊同師傅哪啲師傅啊？我哋闽南幾多師傅，我哋有幾乎都有去聽過啦。每個師傅都有去拜過同佢哋學嘅菜安尼。係錯。安尼阿文師傅，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哋下講以前啊，看天陽啊，又係天時嘅時，佢哋會做嘅以前嘅老師傅啊，親人嘅，可能睇學嘅時間，一開始啊，幫人去先去托菜嘛、洗菜嘛，啊等一下可能做乜嘅唔好嘅時間，都安尼拿個婆婆拜拜啦，又一個木鏟安尼敲下去，就度過安尼嘅嘛。
还是冇读过啦，就有读过讲我妈讲会做安曼咯，或是切菜切安曼咯。嗰種同人學學到乜嘅時間，真開始正式做嘅料理，接受一個烹飪。做到高中係有一套中山工商嘅餐飲課，1年生過就開始可以考證照，證照過就到3年生未畢業嘅時間，我就開始就有種廚嘅。真是1年睇嘅種廚。錯。你睇餐飲課嘅時間，睇學嘅內容，睇有乜嘅中式嘅嘛，還係西式嘅也有？中式嘅嘛有，西式嘛有，烘焙嘛有。調酒攏有，調酒嗰種也有嗰種對你自家後輩嘅時間，睇學到地步學嘅有同聽數到嘛？有失敗也有幫助啊！有睇嘅可能我研發研究新嘅料理嘅時間，可能學到地步學嘅有聽數到一個想法，好嘛？一個理論嘅部分。係啊。阿文師傅，你話第一擺種廚啊，睇嘅高中畢業之後，你還記得嘅係烹飪嘅發通嘅時間？好像我哋客人嘅瓜子嘅時間。瓜子。瓜子，大家就會18強下嚟食飯。你話第一擺嘅種廚係做一個瓜子嘅發通嘛？那阿文師傅，瓜子嘅話，自家派嘅乜嘅菜出嚟，不同大家。睇有就有嘅鳳雞、鳳肉都有嘛。還有人哋講嘅蛙雞啊，蝦กุ้啊、魚啊，一定有嘅嘛。你一種瓜子算係苗紅雞絲嘅嗰種發通，幾擺嘅發通，同人哋一般做好事，做壞事嘅有乜嘅目標用嘅嘛？人哋一個就瓜子就算係人哋蔬菜嘛。人哋有些咧頭下位就算有些，人哋就冇相同。有色同廚師其他嘅差別在哪呀？廚師就個安尼個廚嘅菜，就像炒菜蟲啊，薑絲炒菜蟲啊，或是鹹菜湯啊，等下炒冬粉啊，安尼。有些嚟講就有涼盤啊，一個就魚啦，就家自家做安尼個人式嘅安尼料理啦。氣氛。你自家談講咧，個廚師咧應該講本大家可以食得飽嘅，係算廚師咧一個範圍地位。個優勢咧可能係講，有個料理嘅鐵配技巧喺地位嘅，從安尼個介紹安尼。阿文師傅，學人哋美濃一片算漢人嘅烹飪文化嘛？同其他地方嘅烹飪文化，像可能嗰片咧有乜嘅目標嘅冇？人哋漢人就家家你。口味個重，一個就個粗小嘅菜，大家食得飽嘅嗰種，好多時就個甜，我哋人就個唔適合安尼。哇！阿文師傅，你20年下來嘅經驗來講，大家各家嘅食咧係哪條口味嘅菜啊？但是你下發現就係講，安尼像美紅電視嗰種安尼研究個食得飽安尼，個好食用安尼。有時嚟研究講1菜1份啊，食唔飽啊，冇菜用安尼。有人家嫌過自家做嘅菜冇嗰種客家味道啦，又係講做嘅個冇見人符合見人嘅口味嘅冇。都是有失敗位啦，一定會嘅，因為一個東西冇辦法十全十美嘅，有啲嘢是鹹，有啲嘢是淡，阿文師傅，其實就有青島嘅內容可以上去問，不過頭到雖然講有食得飽，當主有食飽嘅，不過你帶來嘅菜實在太香嘅，你可以順勢來請嚟介紹一個你帶來嘅素路菜，順勢來介紹一下其他嘅烹飪嘅文化內容，好冇？好。你帶來根本有帶來哪道菜啊？一個就第一項就台風，台風。第二項就我哋燜豬腳。第三項就我哋燜雞。燜雞鴨雞嘛。對。還有呢？嗰個就我哋嘅年齡講嘅蛙雞，就湯啦。湯。一個就飯糰。飯糰。一般來講，我哋烹飪差唔多一道紅菜啊。我哋烹飪最少10項。最少10項。對。最多能有煮過個滿漢全席嘅泰餐嘛？當然有啊。嗰一道紅菜啊。嗰就13項。13項哦。對。
伊咧人咧都市那有安排，我可以食到13公尺。係啊。好啊，安尼我哋對那先開始食啦。最有代表性咧就我哋咧鳳肉。哦，鳳肉。鳳肉好啊好啊。誒，安尼有個鳳肉，哦，有個嘛好。我看到底部還有筍乾咧，錯冇？錯，筍乾鹹菜我自家做嘅。自家做嘅嗬。筍乾嘛就從人家買嘅菜自家做嘅。哦，觀眾朋友，客家嘅台風咧，人哋先嚟上看下先，從一般咧用乜嘅毛香嘅部分吧。哦，一個肉一插下去都散開來嘅呢。佢橋呢？阿文師傅，有個用板做出來啊？有個嘛就開始要先去烚鍋，烚嘅拿起來俾點水，點嘅就炸油，炸俾佢拆拆來呢。可能放下去燜，放調油、酒、水，過下那個蒜頭。哦，難怪哦，奇怪，因為有炸過，所以我一食下去嘅時間，佢腦部有時把拆拆嘅香味，佢底部有拿菜哦，跟肉嘅香味都出來呢，又唔會皺有冇？人家食得一時一皺呢，唔會呢底部先有跟肉嘅肉汁喺底部。哦，安尼。馬上上來一碗泡飯來可以來幫。安尼除了安尼愛炸鍋之外，它其他還有愛煮嘅地方冇？煮一個台風嘅時間。煮一個火有問題也有嘅啦。之前一個台風就嗰兩面就蠻台風嘅。哦，安尼睇偷跟肉咯，肉一個係輕重要吧？用我哋當時就用3層嚟。哦，食風咧真是。用阿婆嘅面絲睇地位，加上嘅鹹菜啊同嘅做筍，真是有像以前辦事嘅時間，係阿婆做嘅個台風。觀眾朋友，真是食風嚟啊，像阿婆嘅面絲，唔過有個肉啊，又唔會像一般老闆安尼冇炸過，我食下去馬上都冇乜嘅肉汁嘅面絲，佢拿臭拿香呢，我食晒又親像本年幫一大碗飯呢，安尼等下還有更多精彩菜，同阿文師傅我來同人哋紹介一下咯。好，觀眾朋友，談到一片，係唔係請其他講，還有乜嘅精彩菜呢？唔怕，我哋休息一下，更多精彩伴奏料理等住挨等咯。前面啊，是的暗號是的客家台風，不過我睇我喺問題背又發現到，唔係客家台風嘅肉呢，到底係乜嘅肉呢？請教一下阿文師傅咯。阿文師傅，有個肉啊，頭先我有看到，唔知係製作單位故意嘅，俾我睇我喺問題背咩？有個串串又係做肉呢，有個係乜嘅菜啊？呢種我哋咧客人問咧主角。哦，因為冇嘅皮嘅部分，嗰時候我都見面到也係乜嘅肉，又同人哋台風地部嘅肉冇共用。觀眾朋友可以來看一下，有嘅係人哋燜豬肉、燜豬卡嘛，嗬。豬卡。哦，燜咧人哋堅堅，其他面絲同台風差唔多，不過假係冇共用嘅是擺甜甜嘅面絲嚟。安尼嘅話，先上看下先，阿文師傅，你嘅輸入出用板厲害，好冇？好。有個真是有一般台風嘅泡飯來幫觀眾朋友，有個面絲比頭道嘅台風更重哦。有個頭油嘅面絲清楚呢，阿文師傅。你用板做到按好食，有個頭油面絲又唔會先鹹啊？也就現在嘅好嘅頭油。個會變是扁糖。有炸嘅就不用炸嘅，向下不用下燜安尼。不過安尼炸，我炸一嚿啊，會唔會炸到太老啊？就可以皮啊，可以皮係炸啊，碰起來拆嘅就可以留起來安尼。看其他皮有碰紅來都可以留紅起來。按其共用嘛，也係先嘅主角有香煙講，我奶幾腳嘛。就前腳後腳也做得啦，可能喜歡吃奶絲嘅安尼。安尼嘅話，頭油喏，頭油嘅選擇會唔會有冇用？因為第一講頭油有做嘅芋頭嘅做嘅，有黃頭做嘅，甚至講有薄鹽嘅啦，還有其他鮮嘅係哪種嘅頭油？
我先咧係安尼蒙體為做嘅。錯。啊，體會夾一些，還是全部都夾喺嗰度啊？種體育嗰度啦，因為一個門菜一定要靠一個體育。啊，唔過我做乜嘅會加糖咯？因為我有識到嘅糖嘅面試，啊又唔會改重哩。就是去鹹甜就綜合安尼，就唔會是去講愛鹹喎安尼。原來都講講，原來體育變啊太多，啊變一些糖去綜合其他嘅面試啦。你糖啊可以凊彩變，像砂糖啦、葡萄啦都可以嗎？假使冇就變白冰糖。冰糖。做乜嘅會變？以前講變冰糖嗰好啊？冰糖聞起來食成個醬，會油亮亮的。原來我頭都識得個按鍵，其他個皮按鍵係因為有變冰糖嘅關係。錯。以前我冰糖真有安尼一個食成嘅感覺。係。原來係安尼哦。下一次煮肉嘅時間，我同我媽媽講下，應該可以來吃看下先。安尼嘅話，安尼煮夠。煮同颱風煮，哪一個麻煩？個費功夫，安尼講好。個費功夫嘅當然係颱風啊，時間夠長啊。時間夠長，頭都講嘅差唔多5點鐘。錯。安尼海咧喏，還有其他哪度可以來了解一下嘛？一個就國外就相同門嘅雞肉就太同小異啦，哈。唔過雞肉你先咧係乜嘅雞啊？土雞。土雞。假使我哋喺過年又要用到鹽雞，又做得安尼。土雞同鹽雞其實咧，差別喺哪？鹽雞就講嘅係鹽迄個嘛。我哋客人過去看睇嘅東西安尼，佢有安尼加出樣安尼。所以講湯阿文師傅安尼講，土雞嘅個細隻，鹽雞個大隻。錯。安尼肉質咯，跟肉質食起來會有差別嗎？當然有差，嘅鹽雞用起來。味道冇相同，味道其實冇相同，樣板咧冇相同，個球呢係係個軟，個球個紮實安尼。一個同人認知冇共樣咧。以前咧啲人講，土雞人哋土雞嘅其他肉應該係個球嘅，唔講鹽雞嘅其他個球。天白糖多呢。個螺絲啊，個螺絲係當土雞嘛？鹽雞。安尼普通嘅方人咧。我選哪種雞一個好？普通的你就要用小土雞。個細隻嘅土雞。對。其實怎麼佢會選擇個細隻嘅？個大隻嘅唔係夠有味絲嗎？因為一個有分，一個就土雞就煮湯，因為煮湯嘅時間蠻長。我哋燜起來就嫌時間長嘅，當然請螺絲嘅雞，燜出來味絲冇相同。觀眾朋友。談行來，我幾頓咯，更加呢，嗰本係同大家聽數嚟問潘祖師傅，佢喺輸入出嚟地方有乜嘅要注意嘅，大家記行來，下一次煮出來嘅做啊，都有輸入出嚟面試咧，安尼做冇？做。安尼我好好同大家了解一下，總唔得同大家講，或者總唔得講變行來，一定要好好詳細同大家來了解一下。安尼下一套係乜嘅菜個好啊？下一套就嘅湯好嘅。湯好製作單位真感謝，你看，第一講有個湯輕重要、輕好食，本來按大碗講講係食唔飽，不過真是的，原來潘做嘅料理啊，就係有咧感覺，那批到其他面試，都妒忌嘅，都想嘅事咧，係啊，阿文師傅，安尼係送一個湯嘅面試，繼續同人哋了解一下，一個湯用飯來煮，有乜嘅注意好嗎？好。一個料理底部就人工八雞哈，底部要有筍絲、香菇、餅，個一個八雞條，一個就一天要有嘅東西。頭都講嘅筍絲嘛，筍絲有看到嘅，還有一個係肉，係八雞條。幾千八肉睇下，還有喏香菇嘛，香菇。香菇可能唔知，一個泡泡嘅喏，咩葱肉？佢想同我哋五種擺嚟啊！五種做。對。哇，真多料，真豐富呢。你筍絲係你自己切嗎？筍絲，但是有自己切，有做筍嘅時間，你就用生嘅筍做筍嚟去切。喺冇嘅時間，就用我哋同筍絲。觀眾朋友，有個面試，佢用喺我阿婆嘅面試，真係真感動。有個肉有法都好做到暗飯啊！暗飯你就變我哋五種到肉圓，
还有太白粉去搅。哦，除了遐个顺时，底部还有冰嘛个吹毛啊，看到还有失败。山东拍啊，山东拍哦，遐个迄咩遐个细细迄饼啊。饼。哦，伊用办去料理喏，因为俺们讲，比如讲有一道的风吹嘛，去烤下来，煮遐个，不过按用办煮出来呢，嘛个菜可能要先冰啊。遐个就顺时先冰。个把个肉就菜我先装个差不多那倒下去安尼。哦，先本佢定型咯。错。哇，不過阿文師傅，有個調味部分啊，有個糖，有調味部分，自家有貼配的調味方式嗎？有，當然有啊，因為有個糖一定要用安尼煮骨頭去煮個泰國米。高糖的部分。對，然後就要冰有個柴魚片，還有餅，蒜頭酥。即一天來冰嘅，咱個有香味。原來係蒜頭酥嘅米線啊！你想講，除了個條都有食到個餅啊，個條嘅米線，還有一種正常嘅糯米，唔係係乜嘅原來係蒜頭酥。蒜頭酥，對。哦，一種同一天要冰蒜頭酥嘛？對，個有安尼米吐出來。哦，嗰種一個糖，睇何時啦，又係睇沒有風嘅時間，全部都會看到一個糖嘛。但是會有，因為也可以就對人哋代表人哋盤做嘅素魯菜。看伊個師傅會做唔會做，也可以對一個糖來看咯。錯，也可以從一個風肉兩行。用板看。但是人哋因為人哋上海人嘛，你喺門菜唔曉得，你就問到哦，你做安好食又冇食安尼。哦。太風肉嘅部分是安尼看嘛？糖咯，糖可能人哋食方嚟都糖啊，有那就可以看講，有個師傅會做，就本人接觸感覺有安尼米吐出來嘛，有挖個米絲出來嘛安尼。佢通頭講誒批到嘅米絲咁樣，伊下有天上，我本人仲上愛食安尼嘅感覺啦吼。錯。哦，安尼糖也是的，安尼風肉也是的，豬腳也是的，還有呢？還有就安尼咧飯糰，客家人傳統飯糰。就是一個飯糰啊。其實萬世年咧吼，最好嘅除了一個糖食咧，就是一個飯糰咧。大家看一下哦，一個飯糰啊，底部料會真豐富咧吼。安尼，阿文師傅，你嘅底部啊，冰嘅嘛嘅，我睇咧看到嘅如果一個鹹米嘛，什麼？櫻花蝦。櫻花蝦按高級喎。除了安尼咯，其他還有冇？還有用嘅香菇、豬肉，嗰個蝦米。安尼。米線有睇，還有鬼球呢。阿文師傅，一天會冰櫻花蝦嗎？其他下工都唔得嗎？櫻花蝦就有也小米啲。我一天要先給東港嘅櫻花蝦。櫻花蝦有分兩種，一種係真嘅，一種係假嘅。假嘅有個太米嘅，佢食起來個好。真嘅食起來個軟。錯，個我一個底部有香菇、豬肉、蝦米、用嘅。個一個米要先 Q 米，煮起來個 Q，個慢嚟爛爛。一天全部係 Q 嘅米嗎？對 ，Q 米。Q 嘅糯米。那你煮之前米係咪要先蒸嘛？錯，要蒸要4點鐘以上。要蒸咁久喎？錯，做唔得將一般煮飯安尼蒸差唔多最多1點鐘都做得咧。1點鐘，因為也水分還是唔飽。煮起來會夠慢 Q。原來糯米會夠會失水，嗰時候要蒸夠久一些。蒸夠久一些。真是有好多呢，難怪以前人自家在煮嘅飯糰嘅時間，米拜煮啊，米拜都感覺佢挺硬，冇到米線冇條。安尼全部安尼煮嘅時間，用辦法本佢夠有香味咯。夠有香味，一個煸料一天要可以蔥油，一天要煸安尼咧蔥頭酥。蔥頭酥豬肉嗰條去煸，煸出油來。出油嘅你就煸嗰條香菇啦，蝦米啦。個用嘅啦，將個落向下嚟煸佢讓去攪個米啊呢。全部同佢煸好嚟，傾向好嘅，讓揀入去飯底杯炒啊。炒好嘅還會蒸嗎？
巧好诶，人哋就會甜片，甜诶一定一出作嘅時間要整過，只能咱表下一盤嘅呢。出來嘅時間，拄到嗰個香味一打過來，就有個香味衝出來。對。原來安尼哦，你煮可能差唔多1久嘅時間。前後差唔多點個鐘。有個算夾嘅吼。這個夾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項菜安尼說下來，哇，萬世潘族嘅印象啊，全部走出來呢。不過潘族嘅文化有咁簡單嗎？我印象講特別冇喎。更多精彩潘族嘅故事，我哋休息一下，馬上過來喲。是的，好是的，蘇魯菜同潘族嘅故事也談嘅，失敗潘族嘅故事談嘅。今天呢，我哋繼續來請教阿文師傅，除了一條鹹嘅菜之外，你看，我師傅拿一個係咩清點一下噶？一個很多米糕板，一個米糕板今年也會自家做哦，到底係用板做咧？繼續來請教阿文師傅咯。阿文師傅，你唔當做嘅鹹嘅，連一個甜嘅點心你有喺做啊？有。一個米糕板係用板做嘅呀？米糕板就想用用糖，用糖，把糖去炒俾用個色成出來，然後就給米想來煮熟了就變係攪。攪嘅，咱輕比有一個形嘅出來，錯嘛？對，將個托盤上輕平來呢。底部就變牛腩肉跟葡萄乾。一個包燉嘅含皮嘅都幾愛香味呢。對。不過一個米係用一般嘅米嗎？也想用一般的米，也就冇現在那個糯米，就個新式的米。阿文師傅除了一個米糕板之外，但可能還帶了其他的點心呢？你可以同人紹介一下，一個係唔係全部都自家做啊？對，自家做嘅。一個班的啦，一個點心，出現的場合係點樣啊？一個米糕板來講就加梅嘅，加梅一定要用到米糕板。做好事嘅，溏心球做得冇？溏心球加梅嘅。好事嘅時間。就先咪嘅放個整批米糕板，去洗來去溏心嘅時間，就一個米糕板帶過去，洗來去頭。安尼其他呢？我有看到人哋親手是嘅，發板，也就是薄板啊，還有個一般嘅像神燈板咁樣嘅。神燈板跟細板嘅。細板嘅。也想用做好事也用到，像一個薄板跟細板嘅來講，就調味人哋偷食調味就要另外做，就用到一個薄板跟一個細板嘅。安尼一條板咧，係唔係用嘅？板模做出來嘅啊？板煙咧，板煙咧，一個板煙咧，看嚟很新鮮哦，應該係新買哦。一個新買嘅，一個保存嘅，個 Q 嘅係冇拿出來啦。因為我記得印象講辦事啊，看到阿婆啦，佢哋係做一個板嘅時候拿出來嘅板煙咧，金金咧，無金，有用過都看得出來。一個呢，一個係人哋公雞咩？係幾種人哋潘族嘅公雞，第一來講就人哋嘅。搭豬肉嘅，搭豬肉，你講一個有叫嘅，我都想講奇怪，做料理有個叫嘅做乜嘅？係就搭一個台風嘅，容易吊紅來安尼。吊起來，炸用嘅。因為人係太薄嘅，嗰時候一定要用一個國好處理。安尼所嘅同嘅木柴嘛，有個係木柴嗎？木柴。木柴按太奇哦。係啊，一邊啊，將邊嘅甜飯罐、鹹飯罐，一定用個太奇嘅嗰個邊。用細嘅可能插喺拿紅來都團結。安尼先尷尬嘅時間。係啊。安尼嚟講，一帶下有個布嘅有用到嗎？有，一個就用到菜芪。溏心啦、境外珠啦、萬參啦，就用到一個菜芪。大家睇哪呀？大家嘅安尼。做過嘅，做過嘅嗬，一兩支一送，一堆安尼上堆啦嗬，嗰有吉祥嘅嘅感覺。唔過鴉片看起來算正常，唔過有個盒嘅，有個外地嘅，有個盒嘅蛋糕嘅係咩？阿文師傅，人嘅刀工有冇雕刻出來嘅用羅皮咧雕刻出來嘅圖嘅，有個模型係咩？又唔係有個就係陶錢嘅時間用嘅。
人哋講帶路嘅，我哋就冇用嗰種我哋帶路嘅，就一個下邊就講一個土嘅，嗰邊嘅我哋菜畦，我哋平常冇用，我哋就收納一個下邊啲位。觀眾朋友，嗰本係鐵牌糖度冇用嘅帶路嘅，用一個土嘅呢？係唔係像米農像安尼用嘅呀？米農也有安尼用，也有用帶路嘅兩種。因為我哋自家喺錄對嗰片嘅時間，實在冇談過用土嘅呢。嗰種嘅到到看到嘅時間，親戚朋友嗰度係唔能做嘅料理嘅時間擺飾用嘅。親戚朋友冇看過在鐵牌糖度呢。不過韓語嘅親戚朋友，我實在一定會問一下。阿文師傅，有個鹹鹹料理好嘅東西，帶過來會同人哋介紹一下，有個係乜嘅嘛？有個就我哋傳統嘅蘿蔔白。蘿蔔白，乜嘅意思啊？蘿蔔白就是啲臨時嘅白公。安尼，快些，我嗰度會唔係鹹鹹料理好嘅，直接拿上來同人哋介紹講，有個等下做係乜嘅啫？原來唔係，係人哋做臨時嘅白公。佢會出現喺哪度嘅場合地位啊？萬聖，跟一個瓜子，有盤主用幾乎都會做一個白公。有個係唔係像米農嗰邊醬油呢？但是應該係，因為老闆我冇看到。而家也有個冇人做嘅。因為有個唔講嘅蘿蔔白，菜式講唔錯嗬。蘿蔔白我有看過相同嘅五谷，喺人哋錄對嗰片係啲很多昆本。因為有個蘿蔔白看上來應該係用豬嘅內臟嘛，做出氣管同嘅氣嘛。人哋錄對嗰片我印象講睇做對嗰片架動嗰片技能，就有一種昆本，佢係也係用豬嘅內臟做出來，做有個形嘅。常用睇個典禮嘅時節會用到。真是算人哋南部入邊咧客家人特別嘅一個習俗文化啦，有個係也係人自家做嘛？對，自家做嘅。哇！阿文師傅，人會做料理，也會做點心，甚至於有個傳統技術文化，人也會啲。有乜嘅人唔會啲嘅咯，唔會做嘅咯。有個一定有一貫系列嘅東西，我哋一定要啲，要了解。有個祭拜嘅時節，一定要用到有個方式。對，蘿蔔白。阿文師傅，我記得人哋頭拜啦，萬歲食到健家，盼咗全部都係睇腦杯嘛。你睇腦杯嘅時節，人一定會讀到嘅撥風啊、落雨啦嗰度。唔知家有讀到過乜嘅本印象過詞咩嘅情況，係人冇法度一下反應過來冇？有個碰嘅本嘅風吹走嘅冇？有一擺就我哋做壞事嘅啦，因為嘅做壞事你哋看下，就做唔得煙頭嘛。一天當年嗰邊做風采啲。我哋頭年我哋客人有頭年有識嘅寒川嘛。就開始就風就開始悄悄熱來。你就自己鐵壺嘅帶下住，風嘅攏拆開嚟啦，唔敢搭風會險嘅。這鐵壺嘅就吹下棒棒棍，我哋睇下工人就咪阿苗不裝嘅，有一條跪得冇呢，睇下會翻落呢。做出嚟睇下就跪起，開始半夜開始就風采就入來，就砸滿台風雨。你就擔心講，嗰天氣就是人有出發，出發到卡出發去到現場嘅呢。出發咧之前。或者嘅露水啦、麥嘅啦、水啦，都浮起來嘅呢。你就想辦法用撈熱氣，就行過遠嘅路啊呢，帶熱氣啊呢。佢就本來個影響過程嘅一個廠啊呢。後市面有個發動有順利結束嘛？有，一定有順利，一定要順利嘅裝完成嘛。就去到現場過後，就颱風就悄悄咪就過嘅呢。過到出差當初條失爆就出呢條嘅呢。安尼算會不會有生命係個保庇呢？對。安尼做一個菜，其實米烘菜啊，頭到安尼湯介紹講，一個菜其實都要清飛嘅時間。人盼一場發通啊，人一早都開始準備啊。
我哋看作事，假使係講適當主題嚟講，我哋最慢6點半，我哋就會到現場啦。最慢6點半，安尼適當做嘅6點半都會到現場。對，有時間也要提早，也要冇提，因為看作事啊，有時間出席有分啊。出席我哋就慢做，有時我哋就不做。安尼喺方面，你遇到嘅除了天氣嘅情況之外，有遇到嗰種可能以下冇啱時啦，也係東西加拉貨時冇帶到嘅冇。我哋會遇到嘅東西係咪冇帶到嘅？還是會少嘅，就全下去補安尼。你哋平常時隔天出耐風吹，你哋自己有啲想法嘛？你哋用辦去同嘅主家來溝通。就要先安尼設計菜單出來，可能當下一個時間出乜個菜，設計講啊一個菜出題目，來行菜出題目安尼。哋潘族地位，阿文師傅唔做研究，你自己感覺潘族文化地位最困難嘅部分，你自己讀到個困難嘅部分係點？最辛苦嘅部分？最辛苦嘅部分就一個沒有完成嘅一個部分就。像我哋條件完成嚟講，我哋就200個呀，就最冇裝開嘅主要裝開1-2點。天氣早晨就5點就放床6點人就會到現場嘅咧，但是我哋睡2-3點。很辛苦哦，原來對早晨開始準備嘅，到下晝條可能按晡頭準備好休息一下，剛日又馬上又會按照後來又開始。對，嗰辛苦嘅我感覺就一個有完成嘅部分啊，你啦。但是一個完成就我哋闽南嘅傳統啊。錯。哇，觀眾朋友，食飽嘅冇拜謝，喺食東西嘅搶過本嘅。不過大家今晡日聽嘅按精彩故事也介紹講，我哋潘族嘅料理有哪道，地方有注意嘅事項有哪道嘅。張弟下講，我哋客家人嘅潘族文化實在冇簡單，要有一定嘅豐富呢。也希望大家同各本嘅經驗，當係今晡日嘅故事會情感通，也聽說阿文師傅今日強下來保存我哋客家文化哦。今晡日請感謝阿文師傅帶來按精彩嘅故事，帶來按好食嘅料理，感謝你哦。感謝我哋主持人，感謝我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希望大家有閒來到闽南，來感受我哋客人嘅潘族文化，或是我哋嘅傳統菜。感謝大家，謝謝。感謝阿文師傅。雖然講冇食到菜，不過今日做研究嘅，先停頓先生來做認同吧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又到嘅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！今日欣賞嘅高難芭蕾瑜伽，結合優雅的芭蕾同瑜伽動作，能準備好嘅嗎？運動之前，請能準備像安尼嘅凳呢，可以用手扶着的。好，準備好嘅哈，請能放起來做運動嘅哦。芭蕾的第一位置，企好來，行嘅腳打開來，好。肚子要豎起來，做面的動作記得師傅要夾緊，要夾緊哦。好，安尼豎先邊的，你的腰圍也偏，要先練腳哦。合起來，好，合起來，打開來，合起來，打開來。另外一隻手可以扶着你的椅子，好做你的把杆。可以移動嘅重心，打開來，合起來，做下動作呢嘅內側肌要夾緊哦。好，更加同嘅腳合起來，好，正步。起後，好，腳吸起來，腳尖動嘅腳趾頭再打開來，合起來，再豎過去，好，彎偏，重心要移到另外一隻腳，
四角，开，四角，再合上来。好了，再来弯片，一、二，打开，三，过来。慢慢的走，不会尴尬。你的肌肉一直在延伸。好，这是开胯的练习。慢慢的先起好，更加长的脚掌伸出去，就看到脚毛唔可以弯弯咯，看下脚趾头伸出去，伸出来，再慢慢的过来，好，加上的数，还记得一、二，好，中间的第二位置，脚前面。旁边，后背，往后背的时间，你的脚要做延伸，再数过来，好，再看一摆哦，一，旁边，后背，好，刚后背。不要去拐角哦，慢的，好，脚要伸出去，伸出来，慢快弯弯哦，伸出去，手边的旁边，背要打直，脊椎有一条线，绑，好，做一个延展，过来，前面，旁边。后背，好，更加前面，改个动作，慢慢的起去，跳去，低下背，弯下去，再伸出来，再看一摆哦，起去，好，慢慢的下去。起去，跳跃时间，另外一只脚去跳，好，稍微微弯，好，脚轻量打侧，好，上来时间，脚去跳，再慢慢的伸出，再伸出，放松。前面数过来，更加多，做旁边，好，做延伸，慢慢数过来，更加做后背。后背的时间可以两只手绑拢的，好，等呢，慢慢的鼓下来，脚伸出去，再放来，伸出去，伸出来，记得脚要打出咯，慢慢的数过来，好，低后背，慢慢的行。来做压背，记得咯，我们的背一定要平的，不用耸的背咯。检查这家背咯有变称冇，按个手不用耸来，
慢慢的在前面行，应该往后弯，板轮哦，莫低后背往倒的哦。好，你自己靠你的能力。再慢慢的放起来，低后背。慢慢的数放来，做片做下，来弯片的哦，更加弯另外一只脚。好，开始了哦，前面放来数，回来，旁边，腰背，一样前面。起去，跳去，慢慢的下去。数过来，旁边，绑都唔可以绑诶，拉长，侧弯腰，改咧鼓，再伸侧。慢慢的，低后背，两只手可以把那个顶的方，伸出，鼓下去的时节记得攞绑错的脚，伸出来，同个舒服脚紧。好，低后背，做一个延展。前面，后弯，再慢慢的过来。你们的动作好不好嘛？唔係咁難，淺顯易學哦。明日要屯先生同他做運動，好好運動，俺們下次再來聊。